梁繼昌議員。主席，24年前六四事件發生嘅時候，我啱啱出咗嚟做嘢2年，當時仍然喺倫敦工作。我記得由當年嘅4月至到7月，整個3個幾月，我每一日放工之後嘅夜晚黑都走去當地嘅中國大使館門前集會，而每個週末亦都會參加大大小小由各個當地政黨政團舉行嘅支援內地學生嘅遊行示威。回想起嚟，正如毛孟靜議員頭先講，六四事件對我哋呢一代人的確係有一個好震撼嘅感受，而亦都因為六四事件係直接令到我走上從政之路。我9歲嘅大仔最近亦都問過我，乜嘢係六四事件啊？其實我可以用幾句好簡單嘅說話同佢解釋。六四事件就係中國政府為咗維穩、為咗穩定佢嘅專制政權，喺穩定壓倒一切底下，以軍隊武力嚟鎮壓一批爭取民主、反對獨裁同埋貪污腐敗學生。主席，喺呢度容許我引述幾句毛澤東嘅說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內講聯合政府，有一段說話佢講：我們的同志不論去到什麼地方，都要和群眾的關係搞好，要關心群眾，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團結廣大人民，團結得越多越好。喺同一篇文章，另外一篇文章係講軍隊與民眾嘅關係，我亦都可以引述佢話：每一位同志都應該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用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並唔係去打人民，係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可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中共以軍隊武力鎮壓手無寸鐵嘅平民，正正赤裸裸地就同毛澤東嘅講話完全係相違背。頭先有多同事都提過一啲講法，就話中國24年嚟經濟高速增長，所以社會上有一種言論就話社會漸漸富起嚟，因此當年鎮壓學生運動嘅舉措係為咗中國呢20幾年嚟嘅繁榮同埋穩定。我可以舉2個例子去反駁呢一個虛無縹緲嘅定論，呢個直情係一個假設嚟嘅啫。舉個例嚟講，如果你話納粹德國喺第2次世界大戰成個暴行，係咪可以寬恕佢呢？因為納粹德國喺第2次世界大戰之後，亦都係經濟迅速崛起，亦都令到歐洲諸國亦都可以得益於德國嘅經濟發展。如果我同一啲猶太人嘅朋友講緊呢番說話，佢亦一定會好反對呢個說法。經濟嘅崛起同做錯事係兩回事。另外一個說法我可以講，如果當年中國政府係聽從學生嘅訴求，喺佢嘅政治經濟體系上作出重大嘅改革，我相信中國呢20幾年嚟嘅經濟發展不止如此，中國可能已經係世界上經濟嘅最強國，而唔係第2位。你可以否定我呢個說法咩？早前有傳媒報道北京同上海大學講師收到一啲指示，係來自高層嘅，就話喺上課嘅時候有7講7不講。咁何俊仁議員已經講咗少少啦，咁我再簡述一下，就話普世價值不要講，要講中國特色；新聞自由不要講，要講黨管傳媒不變；公民社會不要講，要講社會管理創新；公民權利不要講，要講和諧社會；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要高舉毛鄧旗幟；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要講中國夢。最後一樣就話司法獨立不要講，要講政法委辦案。呢啲所謂7講7不講就正正顯示咗第一就係中國當今個社會上最
核心嗰7個問題，亦都反映咗作為一個經濟嘅強國，點解現今嘅中國政權仲咁驚呢一啲嘅普世價值呢？究竟係啲咩心態呢？嗱，其實呢個7講7不講呢，亦都唔係鐵板一塊嘅。最近我亦都睇到當權者可能亦都話我哋要改革個政法委啦，我哋可以唔需要呢一樣嘢去辦案啦。另外，所謂黨的歷史不要講，其實黨係犯過好多歷史嘅錯誤。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中共政權亦都承認咗一個錯誤。點解喺6·4呢個問題上邊唔可以老老實實咁面對廣大嘅民眾去承認呢個錯誤呢？平反6·4就係俾一個機會中國政府唔再扭曲一個普世嘅價值，承認自己嘅過失，令到整個國家人民回復翻正軌嘅轉捩點，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民族重新出發。6·4嘅精神，簡而講之，就係一個對建立民主制度、爭取社會公義同埋尊重公民權利嘅堅持。呢種精神對於香港現今嘅社會非常重要。現時喺香港，我哋見到唔少嘅政治檢控、打壓傳媒嘅事例，令人憂慮香港嘅言論、集會同埋新聞自由係咪漸漸被收窄？連串嘅貪污醜聞，直接影響到香港特區政府嘅管治。亦都令人擔心係咪內地官場重人視輕規則嘅一套潛規則係引入嚟香港嘅官場？我哋喺香港仍然可以自由地悼念6·4、紀念6·4、要求平反6·4。因此，我哋應該好好守護緊我哋現在香港嘅核心價值，並致力維護自由、公平、開放。對6·4嘅精神就係最好嘅體現。多謝主席。